10秒內話你知點解動畫人需要長頭髮，方便吊頸。我回返中心，好啊，佢咪要咁樣整足18分鐘？我唔知啊，我諗佢會自己知。3大藝術系學生講 deadline 嘅一日。3號要交10秒嘅動畫功課，要設計5種場景，每種場景保持2秒。今日係27號、28號返大陸過年，換言之，我要喺24個鐘頭入邊搞掂呢份功課。身為藝術系學生，我係完全唔會怕呢啲咁緊迫嘅 deadline，因為事關每位藝術系學生都知道，所有官方成立嘅 deadline 從來都係障眼法嚟嘅咋。首先出場嘅係大佛啦，咁叫2個人拉拉扯扯上上下下就咁搞掂第一個。第二個，我想做一種佛像塊面識得轉嚟轉去嘅效果。事先揾咗個觀音像，360度影咗張相之後就係 copy paste 嘅環節。但最後尾素材都係唔夠用，唯有用自己個樣頂住先啦，哈哈哈。但最後感覺畫面都有啲空，呢個時候就需要用自己嘅手指，好尷尬。哇，隻手肥到呢，講到呢度都1分鐘啦，下次再講啦，拜拜。佢似係姓馮，佢個樣就好尖，呢件唔使審，絕對係讀 IT。佢似係會俾人叫做 Miss Chan 咯，佢就係 Netflix 校園青春美嘅男主角身邊總會有嘅 gay friend，仲會着住粉紅色皮褲、羽毛披肩周圍跳舞嘅嗰種人。講咗咁多，咁自己呢？我自己到底似啲乜嘢？喂，問你呀，你到底似係一個乜嘢印象嘅樣啊？手手腳腳似乎係一個好好食嘅嘢。我每日一打開手機就會見到啲貓舐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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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舐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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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似好好味咁樣。所以我都試咗一下。